我今日嘅議程前發言係關注演唱會出現黑工嘅問題。近年喺特區政府、博企同業界嘅共同努力之下，成功舉辦同埋吸引咗唔少大型嘅城市落戶澳門，有效咁樣帶動民旅消費，為本澳嘅經濟注入咗唔少嘅動力。但另一方面，有藝文界反映，無論係企業或者係從業員，本地業界都難以參與由外地製作嘅一啲嘅項目，即使係一啲簡單嘅工作。例如，近日有演唱會活動聘請咗68名嘅黑工從事紀念品銷售，涉及留澳嘅學生、過界工作等。期間更有人疑似自稱義工，避開相關嘅責任。而呢一件事亦都引起咗社會廣泛嘅關注。需要指出嘅係，黑工問題一直衝擊住守法嘅企業同埋本地嘅僱員嘅生存空間。而去年當局查獲421名黑工，同比有所增長。社會一直反映本澳聘用非法工作者嘅違法成本低，打擊力度有待加強。而藝文界反映今次嘅事件只係冰山一角，唔少外地嘅人士借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入邊嘅例外情況，以提供指導性、技術性嘅服務或文化交流及藝術活動嘅名義嚟澳工作，實際上係從事各類與規定不符嘅工作，還有借義工嘅名義或者直接用旅遊簽證來澳從事黑工。而隨住新業態嘅發展，一啲嘅行業，例如係裝修啦、化妝、拍攝、廣告、導遊、盛事活動等工作嘅性質比較隱蔽、模糊，同埋具有一定嘅流動性，難以監測同埋執法，容易衍生過職過界嘅黑工行為。希望當局能夠可以正視並進一步採取有效嘅措施，撥亂反正，包括要完善相關嘅法規，增加處罰嘅力度，加強巡查，考慮引入放蛇制度。要求會展同埋盛事活動相關嘅人員佩戴識別身份嘅工作卡，以精準咁樣識別人員嘅身份，以杜絕黑工及過界勞工。此外，外地嘅企業及大學生未必熟悉本地嘅法例，需要加強向佢哋進行宣傳同埋作出嚴格嘅指引，防止觸犯相關嘅法例。而針對本地行業發展方面，現時唔少嘅盛事活動多數由外地嘅公司一手包辦，本地嘅企業同埋人員難以參與。本人認為，產業嘅發展固然需要借鑑外地嘅經驗，但係1+4產業發展嘅核心宗旨之一，就係要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嘅深層次矛盾同埋問題，以及為本地嘅企業同埋居民帶來更加多發展、創業、就業嘅機會。因此，當局應該探討如何借住呢啲嘅盛事活動，提升自身嘅業務能力，積極培養本地人才，為本地企業同埋僱員創造參與機會同埋良好嘅發展空間。